大家好，我们呢是民进党提名的新竹市长长线眼林志坚参选人，您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电视机前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大家好。在新竹市，其实有竹科有高铁，就是很都市发展的状况下，其实客家要凸显还蛮困难的。未来如果您当选市长，您对客家文化的延续传承，您有什么想法？可以怎么做吗？觉得就好比说像我们自己一样哈，过去我们在母语的推广上可能是不太够的。那像我这个世代哈，就会造成我出了社会，可是我不太会说台语。所以我认为，母语的推广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我希望说，未来担任市长的时间，我们可以更加落实客家朋友或者客家语言的一个推广。我们希望让这样子的一个客家教育的这个母语的推广哦，落实到小学哦，也可以让他们更多这样客家的一个语言的检定课程更多。那甚至于我们应该要多介绍一些跟客家相关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文化也好，或者是历史，让他们可以认识他们自己的母语之外，也认识他们属于自己的文化。对很多客家乡亲来说，现在各个县市也都有，他们会希望，因为客家越来越散了，所以希望有一个凝聚大家的中心。对。那像在东区这边关东市场，它其实在3、4楼也成立了一个客家文化的会馆。没错。不过它的效益，您看来是够的吗？那未来您觉得可以怎么再加强？我觉得是不够的啦，哈，因为客家文化会馆它的过去成立的时间跟它现在这一段时间在应用的情况，我很熟悉，因为我经常会去到那里哈，因为他们那里有一个叫做关东社区发展协会，那理事长我跟他很熟，那我常常都知道说他们需要办一些活动，那活动经费上的问题，或者是他们想要推广的事情，有时候得不到地方政府的协助，那我认为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我们不仅是在经费上应该要协助他们，更重要的是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资源。其实，在东区哦，更重要的是要连接当地的金山市，因为这个市这个庙宇是他们这里信仰的中心。那这里有很多地方上的耆老，都会天天聚集在这里。那我觉得，如果可以连接他们，然后来在这个客家文化会馆推广上会更落实。它不仅可以让人进来，而且也可以让这个资源能够得到一个整合。您是民进党这次提名最年轻的县市长参选人，是那当然大家也会想象是年轻。经验比较不足，是，但是它有个好处是，大家会期待有比较创新、有活力的政见。那在你的蓝图里面，你希望把新竹市打造成什么样的城市？我觉得年轻哈，给人一个经验不足的这个形象，我觉得现在了哈，现在的人多数不太会有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因为多数的这个选民或者是我们新竹市的市民，甚至于长者，尤其是长者，他们都认为说很愿意给年轻人来试试看，或者让换年轻人来做做看，因为年轻人会给人一个创新、活力，还有这个行动力的一个感觉哦。那回过头来说，经验的部分，其实因为我在地已经10几年的时间，我从2000年哦就一直在我们新竹在地服务，从我当助理，后来当议员，大概14年的时间，所以我对于新竹在地的文化也好、建设也好、发展也好，其实我有自己的想法。其实我希望说，未来把我们新竹分成几个区块来发展哦，临近园区的这个地方，我希望未来透过一个整个都市的这个开发的一个计划哈，竹二科的一个整体开发的一个计划，让这个地方连接科学园区，把科技带入生活，甚至于带入这个文化，让这个地方可以重新改变它的风貌。那旧城区的部分呢，我们更希望说有一个叫做1平方公里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想法哦，就是我们把它画成1平方的一个蓝图。那我们希望现在的这个市政府的位置能够迁移哦，让这个地方原来这边的周遭的建筑物都是一个已经都是古迹了。那我们希望让他们能够留下来，变成一个博物馆群，让更多的这个外县市的朋友来到新竹的时候，可以深入的导览
参观，因为我们新竹建成185年，其实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底蕴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优势，连接这个城隍庙，让这整个旧城区可以变成一个文化的一个城市。那香山区，因为它是长时间，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结合生态、农业、观光的一个区块，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跟它强化。那我们另外在新竹有一个新竹渔港，我也希望把它打造成台湾第二个渔人码头，甚至于我们要建一个玻璃教堂，让这个地方变成全台湾最浪漫的一个这个港口渔港。然后未来所有的新人都必须要来这个教堂朝圣，来这里拍个婚纱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城市愿景的构想跟蓝图。那现在最需要的是怎么样把它有系统的把它整个擘画出来。那未来我们担任市长，我们就会马上来推动。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对，谢谢。来，刚下一种请看有约曙坤。